大家好，我是面壁先生，又到按欢喜嘅运动时间，欢迎大家向下准备好，田田先生来做运动哦。做运动之前，先同先生向下来做暖身运动。第一集动作：弓箭步上肢转体。我先准备一只瑜伽垫，用到踢奶风。好，那我们站到我们的瑜伽垫侧边。好，先把我们的右脚往前跨，好，不用多踢奶。那我们的上肢呢，手肘弯曲，好，靠近身体。好，先向左片转，右片，好，张弯脚，好，左脚，手肘弯曲，左片，右片。好，那做的过程当中呢，记得我们的髋关节要保持稳定。左脚，先左片，再右片。好，右脚，左片，右片。左片。右片，好，前后一刀，右脚，左片，右片，左脚，先左片，再右片。好，第一集动作完成了。那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动作。好，那第二个动作呢？大家很多世界上轻后的伸展动作，好，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动作这个名字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动作可以伸展到我们全身的肌肉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右脚往前跨，好，左手长到踢奶风，右手徛起来。好，做两刀。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弯脚，左脚。吸气，吐气。好，高一刀，右脚，左手长点，右手站起来。吸气，吐气，左脚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安尼暖身运动都要结束，接下来请大家听听先生做躺下运动。今日嘅训练是心肺训练，会练到心肺的能力。好，那第一集动作，先做手肘竖起头，弯曲，不用到身体顺空，竖起头到90度，90度，掌心朝下，朝向踢奶。好，那开始之后，右脚先抬起来，抬到命到竖。右手张标下来，抬起来的时间，左脚脚跟要垫起来，所以完整动作，一弯脚，两只抬起来两刀，算一刀哦，因为做10刀，两组，准备，竖起头，用到身体顺空。好，准备开始，右脚，左脚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
休息哈，大家做了动后，那我们的脚呢，在抬的时候呢，另外一只脚支撑脚哦，我们的脚尖要出力哦，把我们的脚跟往上抬哦。像如果我们的右脚抬起来嘅时间，左脚会出力哦，小腿会出力，那往上垫哦，让我们的右脚命到安尼优速哦，上中下来哦，好，准备踢泥柱，可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做了动后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踢扎通做完成，好，准备进入到第二个动作。那踢扎通做，两个手肘竖起头弯曲，好，靠近我们的身体。好，那我们上半身好松绳，先转到左片，好，转个时间，左脚抬起来，好，张中下来，好，弯右片。抬起来，放下来，好，向用左片，然后右片，左腕係1度，好，然左10度，左2柱，好，準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休息下。一隻動作，向用人哋腳抬起來嘅時間，另外一隻腳，腳尖出力啊，讓我們的腳跟抬起來啊。這個時候呢，會運用到我們的膝腳嘅肌肉啊。往上抬之後呢，讓我們的對側手去碰我們的豎起條，好，用下來，好，張關片，豎起條去碰命到安尼腳起條，張用下來，好，準備踢泥柱，豎起條彎曲，好，靠近我們的身體，好，先做片哦，好，準備。開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大家做了動後。第二隻動作我們完成咯，那我們準備第三隻動作，好，那第三隻動作呢，因為做屈髖，好，把我們髖關節往後推，好，腳切條彎曲，好，像坐下來嘅動作，好，坐下來嘅動作。那我們雙手呢，雙手豎起條彎曲，好，用到身體順風，好，先。將安尼右腳向外面，好，往外踏一步，好，換左腳往外踏一步，好，右腳踏回來，左腳踏回來，好，安尼四鋪，好，安尼四鋪係1度，因為做10度，好，做2柱，動作做起來像安尼，1、2、3，好，我像安尼哦，好，我坐下來，好，坐下來做，好，豎起條，彎曲，好，坐下來，好，準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7、8、9、10。哦，太卡做了懂后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呢，记得我们的身体重心，因为我们会是髋关节往后推，然后双脚脚起跳，板下来，哦，胸坐下来给通走。好，那我们在维持这个动作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去做踏步，啊，先向外踏2步，啊，再向内踏2步，好，这样总共4步是1下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呼吸。好，那我们往外踏的时候，统一做吐气，回来做吸气。啊，因为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呼吸，哦，所以记得我们的双脚的节奏呢，要搭配到呼吸的动作。好，正劈，好，松树，手肘弯曲，好，靠近我们的身体，脚起跳，板下来，坐下来，给通走。好，正劈，开始，右脚前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、10。好，我们去给它踏水下，做到动好哦。好，今日嘅动作平常时要记得练习，休息一下，睡一下水，记得要补充水分哦。今日嘅训练係心肺训练，心肺训练會訓練到人的心肺能力，好，那同時也會增加我們的雙腳以及雙手的肌耐力。好，第一個動作，第一個動作呢，我們會先把我們的右腳往上抬，好，那右腳抬起來嘅時節，做數要將人行路強用，好。做擺手，好，那我右腳我抬到內到邊嘅，我抬到人的大腿、抬腳平行於地面，哦，張邊下來，哦，抬嘅時節我記得左腳，右腳抬嘅時節左腳，我做一隻動作係墊步，哦，張邊下來，哦，連續動作，1、2。好，像按呢，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会模拟我们在跑步的动作，啊，跑步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的双手呢，手肘啊要弯曲，啊，并且做前后，啊前后的摆臂，好，那第一个动作准备，好，松树，弯曲，好，靠近我们的身体，好，正劈，回4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太卡做懂后哦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记得我们的支撑脚，也就是踩在踢奶风给起脚，会做垫步的动作，啊，所以我们会有轻轻的往上跳，哦，我们的脚会稍微离地，哦，那我们的脚不用跳得太高，哦，只要稍微往上垫，哦，做离地的动作，再做着地，并且往下放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如果没有办法跳的话也没关系，哦，我们单纯做往上抬，那我们脚跟抬离地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如果刚才的动作做唔到，要做咧做，安尼个动作，1、2、3，好，像安尼，好，那我们准备正劈踢泥柱，好，正劈右脚前哦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加油哦！10，好，大家做动好哦，好，嘅踢扎動作
我们就完成喽。那我们准备第二只动作，第二只动作，因为先将我们的髋关节往后推，哦，双脚呢双脚脚七条扳下来，哦，从坐下来的动作，哦，双手弯曲，哦，靠近我们的身体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先将我们的右脚向右手上做一个踏步的动作，好，那左脚呢左脚停定过来，好，转弯左脚踏一步，右脚停定过来，好，安尼下一度，好，那我们同样做10度两组，好，准备，开始，右脚先，左脚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大家做了动后哦。那这个动作呢，除了会训练到我们的心肺之外，另外呢，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臀肌啊，也就是我们臀部的肌肉，在我们下肢啊，抬脚、老 C 脚啊。那如果觉得刚刚的动作太简单的话呢，没错的，将我们的脚跟往上抬啊，脚尖出力啊，所以我们的过程当中可以做垫脚尖啊，脚跟不落地啊，脚跟抬起来，按点走啊。那如果没有办法做脚跟抬起来的话，一样可以做我们刚第一组的动作啊，就是我们全脚掌贴地啊，腳差不多踢奶紅啊，全部差不多踢奶紅哦。好，做1、2，好，按你做。好，準備第二組。好，將坐下來，手肘豎起條彎曲，靠近我們身體。好，準備，開始，右片前，左片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大家做到動好哦。那我們第二隻動作完成，準備第三隻動作。第三隻動作咧，因為用跳的啊。不会跳起来哦，双脚跳起来给动作。那我们双手呢，双手踢跳，双手搭回来，好，双手搭回来，踢你跳，转来，好，双手转来，踢3跳，搭回来，踢4跳，转来，好，然后数会搭回来，数搭回来。數，啊，都條拿蛋糕，啊，都條拿蛋糕，搭數，張轉來，啊，按你黑一刀，好，準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，加油哦！10，好，大家都懂后。那如果觉得刚才的动作呢太简单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双脚做打开的动作啊。所以如果要增加难度的话，我们的双脚做得打开来。好，欣赏示范一下。1，好，按哪边做得好。那如果觉得刚刚的动作太难的话，我们可以维持跟我们第一组同样。好，準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文琪甲搭水下。
做到动好哦。哦，今日嘅动作记得平常时会练习，怎么紧来紧好。休息一下，水下水，记得补充水分哦。